各位人類，仲有各位小精靈，你哋最醒、最叻、最識講人話嘅喵喵我，獨家廣播時間而家開始啦，喵！如果你聽到我把聲，就快啲喺留言區打低喵喵帶我發達啦，咁樣你啲好運呢，就會好似火箭兵團咁一飛沖天啦，喵！好，等我睇下先，2025年呢，6月9日星期一，今日簡直係喵喵我嘅發達大計日啊！喵，今日啲能量就好似匿喺草叢入邊啲稀有小精靈咁，有機會，但都要小心俾人電親啊！喵，首先睇下今日邊啲人可以同喵喵我一齊成功捉到好運嘅 A 級小隊先喵，屬豬嘅，仲有屬兔嘅人類，你哋今日個腦就同喵喵我一樣咁 sharp 醒，啲計劃好容易成功，就好似執到個金幣咁開心喵！喂，如果你咁啱仲係處女座或者天秤座，咁今日呢，就係成隊人入邊個軍師，記得用多啲腦，好大單好嘢等緊你啊喵！好，跟住講下今日可能會唔小心好討厭嘅感覺啦嘅小隊，一定要聽喵喵我支笛啦喵！屬蛇嘅，仲有屬猴嘅人類，你哋今日唔可以太招搖啊喵！同埋如果唔係啲計劃好易俾人打亂，就好似火箭兵團又俾人打飛咁，唉喵！尤其係獅子座嘅人類，千祈唔好死頂，有時扮客慘，反而可以避開好多麻煩，明唔明啊喵？喵，嚟啦！大家最期待嘅喵喵我嘅秘密作戰計劃環節，呢料係我好唔容易先諗到，準備報告俾板木大佬噶。喵，第一，今日嘅幸運戰衣都要着到好似啲金幣咁金色，或者同喵喵我一樣咁醒目嘅白色。千祈唔好着粉紅色啊，會搞到你釣魚咳眼瞓嘅顏色就咪着啦，喵！第二，喵喵，我嘅招財小儀式，今日喺你張台度攞個銀仔出嚟，用塊布將佢抹到靚立立，然後擺喺最多眼嘅地方，咁啲好運就會俾啲光吸引過嚟噶啦，喵！第三，今日嘅社交咁好，今日讚人要讚到應一應喵，咁樣先可以招募到啲勁揪嘅伙伴，一齊完成偉大嘅計劃。例如捉走比卡超，唔係捉實啲好運喵。總之咧喵，今日咧就係要醒定啲，唔好同人鬥頸硬，識得轉彎嘅人類，先可以攞到最大嘅寶藏。喵，你今日有咩偉大嘅計劃啊喵？準備住咩色嘅戰衣啊？快啲喺留言區同喵喵我 report 下。喵喵我咧，聽日再嚟同你哋渡橋，就係咁啦喵。